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5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列王记上卷第8章54节到65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对天顶来。民间宗教的想法起庙就是要互神明偶像来住伫遐。但是对基督徒的想法并毋是安尼吼，因为圣经中间真明白甲咱讲着，上帝讲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踏椅。上帝其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上帝，并无需要住伫人所起的厝伫迄个内底。那安尼，咱要爱来思考，就是讲起礼拜堂啦，还是起圣殿的这个目的是啥物货啦吼？咱像头前讲，上帝并无需要亲像偶像安尼共款去互关伫迄个厝内底。礼拜堂是互人伫遐来活出一个和睦有见证的生命，来甲上帝结连，甲上帝和好的一个所在。上帝是对天顶降落来的临在，毋是去用关地的存在。列王记上卷第8章54节到65节，记载着迄个献殿的场景。所以我们来讲，愿上帝甲咱同在，因为上帝是以马内利同在的应允。所以阮双脚跪伫上主的坛前，也双手向天，对上主祈祷恳求说，就起来。伊徛地大声祝福以色列全会众讲：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又照应允赐太平，互伊的子民以色列。伊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应允恩典的话，无一句无实现。愿上主咱的上帝甲咱同在，亲像伊甲咱的列祖同在相款。愿伊无离开咱，无放杀咱，互咱的心归向伊，遵行伊一切的道路，守伊所互咱列祖的诫命、规例甲命令。愿我伫上主的面前所祈求的这话，每日透到上主咱的上帝面前。佮照逐日的需要帮助伊的仆人甲伊的子民以色列，互地上万民知上主以外无别的上帝。所以恁着对上主咱的上帝存顺全的心，遵行伊的规例，守伊的诫命。今仔日甲今日共款。王甲以色列人民做伙伫上主的面前献祭，所罗门向上主献平安祭，牛22000只，羊12万只。安尼，王甲以色列人民为着上帝的殿举行奉献礼。迄日王因为圣殿头前的重担伤势无够通伫遐来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平安祭的油，就将上主殿前的埕中所在分别做成伫遐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平安祭的油。迄时，所罗门甲以色列人民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前守节7日，过7日，共14日。以色列人民对哈马入口到埃及的溪谷来参加，正做圣况的大会。约翰福音对伫耶稣基督的神性、三一上帝的概念有非常清楚的说明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，提到着上帝、圣子甲圣神是对天顶落来。人就应该爱顺服上帝、敬拜上帝的目的，
也是礼拜堂建筑的目的啦吼。对顶面来伫万有的顶面，对地上来属伫地上。所讲的是地上的事，对天顶来伫万有的顶面。伊为着所看见的甲所听见的做证，不过无人接受伊的见证。接受伊见证的人，证明上帝是信实。上帝所呈现迄位讲上帝所讲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赐圣神互伊，爸疼囝已经将一切拢交伫伊的手中。信囝的人会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毋顺趁囝的人，毋若袂得到活命，反倒当互上帝受去。诗篇99篇，上主做王，万民摇摇喘。伊坐伫天西基路伯宝座前，大地摇动。上主伫锡安做大，伊受万民尊重，愿因称赞伊伟大通敬畏的名。伊是至圣有大权能的王啊！你以爱正直，你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。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，伊的脚点的头前跪拜，伊是至圣。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亚伦，伫求叫伊的名的人中间有撒母耳。因求叫上主，伊有应答。伊伫分条中对因讲话，因遵守颁布诫命甲规例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因。虽然你有照因的所做甲因报应，犹故你是赦免因的上帝。着尊重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圣山跪拜。上主，咱的上帝至圣。感谢上帝圣赐耶稣基督，成做阮的救赎主，并且对天顶圣赐圣神，成做阮的保惠师，甲阮同在。求主帮助阮用心信实以来敬拜主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